爸，溢出的粵語怎麼說？溢出咯，咁簡單。錯啦，係讀日出啊。有乜可能讀日啫？咁唔通依家就係讀日假咯？咁拍戲嗰個沙衣唔通你係讀沙日？冇可能，咩冇可能啊？徐小鳳嗰首歌喜氣洋洋，下一句係咩啊？洋溢四方。哦，爸，那垂直呢？垂直啊，我一垂就波過去，垂直啊。那崇拜呢？崇拜咯，崇拜啊。接觸，接觸啊。接觸啊。酷熱呢？酷熱，酷熱啊。反饋呢？反饋，反貴啊。篡改，篡改，篡改啊。曇花，曇花，呢個絕對冇錯啊。有錯啊，曇花啊。原來我讀錯咗咁多字㗎。你條契弟平時俾普通話讀音帶歪晒，所以咪讀唔啱咯。爸，那扔東西嘅扔呢？抌啊，都係掟。錯啊，呢個字嘅正音讀音係 wing 啊。哇，你講到我個頭冰冰地。